台湾棒球摕冠军，周边的产品真抢市。不过，球迷风这个品牌的棒球外套，这个吊牌的产地标示台湾，但是内里的水洗标却是写中国籍，球迷真不满。英雄舞的现场，替我们的台湾英雄们应援。欢喜跳舞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啦啦队和応援团伫咧英雄国队伍内底展现热情，要向民众同齐享受光景喜剧。何总庆特别制作添台湾棒球外套，真侪球迷嘛拢有买。所有民众发现，家己买到的外套产地竟然写台湾和中国，吊牌明明写台湾制造，掀开内里的水洗飘头，说是 Made in China， 和真侪民众拢无法度接受。实际伫咧官方网站看到一领外套卖2600倍，不过商品的描述并无写是中国制造。对这件代志，运动品牌厂商并且发声明回释咧，该说棒球外套分配生产，所以有可能是中国做的，嘛有可能是台湾制造。不过头一批中国做的有的是我，无说你去拍到 MIT， 这和水洗飘头和吊牌产地无共款。未来会加强品质的管理，表示清楚。不过官方网站佫卖其他球衫和 T 恤，业者嘛强调拢是台湾做的。毕竟是代表性喜剧的添台湾外套，所以因为淡山飘失和球迷拢杀无涨，嘛影响到品牌形象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